欢迎登来华视新闻杂志来关心环境甲生态。今日田花边，唔知你乡亲敢有一款的感觉？水鸡是愈来愈罕见，因为农药用了过量彻底破坏，再加上气候的变迁，被列为珍贵稀有、保育第2级的台北赤蛤啊，嘛甲大部分的水鸡同款，数量雄减少。学者甲保育团体为2003年进行两栖类野外调查，发现讲彻底减少甲环境污染，可能是台北赤蛤消失的主要原因。免得透过彻底再造友善环境，和台北赤蛤重回农村甲湿地，你敢知？那台北赤蛙真的很小，因为它就只有那个3公分左右。湿地的消失造成族群下降，农田是粮食的生产基地，也是很多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蛙类栖息环境还是可以做友善农业的耕作。希望在它族群完全消失之前，我们先能够建立保种的族群。毕竟这个是它成长过的地方，看能不能再复育这个赤蛙。真柔阁真温柔的声音，这是讲的台北赤蛤仔伫墙五柜发出来叫声。红列做珍贵稀有保育第2级的台北赤蛤仔，身形体长无超过4公分，有青色的脚趾片，阁有白色的腰纹。在民国50年代的时候，公馆、台大校区都还有记录到台北赤蛙。新竹客家人就称他们为台北神蛙，或者叫雷公蛙。生活伫低海拔山区，钓仔田、水池等等水草环境较完美台北赤蛤仔，长期面对环境改变的冲击。学者和公民科学家对2003年展开包括外来种台湾38种水鸡的田野调查，安怎营造里山的友善环境？台北赤蛤仔野外生存保卫战就此开始开战。我们这边是水质生态教育园区，那我们除了富裕水质之外呢，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台北赤蛙。那我们等一下呢，杨毅老师会来带我们。刚刚忘记给你了，这是最新的作业。小本的，以前都会把所有的蛙都放进去。东华大学副教授杨一如，学生拢叫伊水鸡公主。长期研究水鸡生态做田野调查计划，是伊的日常，嘛是伊的专长。调查通常出发都要先拍一个出发照。OK， 好。谢谢。好，出发。这天要安怎？要进行附近区域，包括台北赤蛤仔数量和生态环境样貌变化的定点调查。做过来的应该是小雨蛙。哦，你们这边青蛙真的很多呢。来，小雨蛙又1只。可是就是台北赤蛙变少。10年前的话，这边就很容易看到，都很容易看到。对，看到台北赤蛙。台北赤蛙，就是随着整个环境还有某些蛙比较强势的那个，然后就变少了。变少。吴珍姐，亚洲顶蛙。哦。那边。纠察署就是外来入侵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什么情况？老师，这只是亚洲锦蛙，它是外来入侵种。保护原生种的方式之一是移除公社外来种。真的问题还蛮严重的。它的黑的，谁要抓亚锦？这些外来种亚洲锦蛙跟斑腿，我们抓到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把它冻在冷冻库，就让它像睡着一样就走了这样。这个黑框蟾蜍。这个也是外来吗？没有，这是原生种。哦，原生很棒，它帮我们控制害虫。水鸡的野外求生之道，以往有其他的环境障碍，需要人类斗3工斗啊克服。现在有在叫，很小声，那个叽那种声音就是台北赤蛙。我们有3只哈。我有听到1只比较远，2只在前面坐的。种植水蟹像菱角蚕、猪肠，拢是台北赤蛤仔主要的生活栖地。有几在那里而已，对，感觉上在边嘛。这边来看，从刚才进来的话，我觉得估计应该也都超过10只了。
是有点困难？它那么小一只。对，那就要找了，要花点时间这样。照到它眼睛会反光，对，会反光，会亮亮的。目前好像没有看到。这边有一只，是不是？好，我们过来看。你们找到一只了，是不是？看这里，这一只感觉是幼蛙，对，幼蛙。可是有幼体就是好事了，就表示说它有成功的繁衍下一代。它听到声音倒是不少，现在的啾啾啾啾啾就有，所以应该有10几只的台北青蛙在这个地方。花浪蛇。蛇是水鸡的天敌，台北赤甲仔伫野外求生，除了大型动物的威胁，更加面对环境的严峻考验。因为有水、有草生地，因才有机会活落，成功继续生团。这区是那个水质生态园区，那保护好水质，其实这个栖地也保护下来，那台北赤蛙也受到很好的保护啦。所以水质是个护伞种，那台北赤蛙也可以算是啊，因为我们也是一起来保护它。只要这边没有开发的压力的话，维持像这样子的一个水域，其实台北赤蛙的族群应该还是会在这边存续下来。想要服务台北赤蛤仔，农民往往是上界关键的灵魂人物。像伫新北市三芝阿石伯莲花田，白仔2代延续理念，打造出台北赤蛤仔优先栖地。台北市立动物园嘛建立台北赤蛤仔人工繁殖的技术，作为服务工作的基础，无必互台北赤蛤仔叫声来消失。做来看因的拍拼。栖地恢复不简单，林个田若是袂当保持现状，或者是继续用惯性农法耕作，拢有可能改变台北赤蛤仔的生态版图，族群分布状况和数量减少。在2000年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就选定台北赤蛙作为研究的标的。三芝阿石伯的莲花田跟周边的一些草泽的环境。发现到说，这边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族群。林务局长林华庆当年伫咧台北市立动物园担任副研究员，伊选定台北赤蛤仔做调查目标，免怎搁互四卡类搁回到熟悉农村，或者是适合的湿地，农民是第一道守门员。鼓起勇气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可能就是不要用农药？他说这不可能啦，不用药就不会有收成。栖地主人和公部门合作，就会保护离山小动物，就为三芝阿石伯莲花田拍开开端。我觉得像这样的环境，需要政府有更多的政策性的关注。去年非常遗憾，他过世了。我看着哦。阿石伯伫咧2002年过身，伊的大汉囝杨彦生虽然完全无做田的经验，却决定要好好照顾这片莲花田，来完成爸爸的心愿。真心期待台北赤蛤仔有机会搁回到熟悉田花，来生产后一代。这个手往下滑下去，那2个同时拔起来。70几年来，今年才种第一次规区挖井的呢。啊，进前是啥物人种？进前拢阮老爸伫种的。蝌蚪什么是迄款物件是应该要做些啦。有蝌蚪就有青蛙呢，是啥物蝌蚪？有青蛙，不一定是赤蛙，看能不能再复育成功这个赤蛙，因为毕竟这个是它成长过的地方。新北市的三芝是台北赤蛙重要的分布与栖息地点。像这片莲花田的地主阿石伯，早在2000年就和台北市立动物园合作，要打造适合赤蛙栖息与生态保育的地点。我的故乡三芝横山那边嘛，就是阿石伯那个荷花田哈。那以前我去的时候，也很容易看到那个台北赤蛙栖地的一些改变，所以它就渐渐的不见了。绝对不能够让杨延生一个人很孤单的去传承他父亲的理念，所以原班人马又聚在一起，让这个原本阿石伯的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希望能够让台北赤蛙重新再回到当时这样的这个荣景。我想，在天上的阿石伯
应该也会很高兴。即马全台湾高雄新北市的3支一带、桃园、台南、关田和屏东4个区域，有台北赤甲巴族群出现的卡车。台北市立动物园为2000年开始这个调查计划，嘛同齐找找适合的地点，重新营造翕来取地，目标保证进行复育。这边就是我们台北赤蛙做就是野放试验的基地，繁殖的时候需要水嘛。那像这样的草生地，那像我们这样子用脚去拨看看，你会看到有非常多的昆虫，小于2公分以下的话，都会是台北赤蛙很重要的食物来源。希望在它族群完全消失之前，我们先能够建立保种的族群。我们要把台北赤蛙再释放到野外。台北赤蛙能够在野外有一个稳定的族群，动物园就不需要再积极的去做人工复育的动作。其实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台北赤蛙躲藏在这里，这边就很刚好有一只，那它可能就是要从草地上面移往我们这个墙后面的水池去进行繁殖求偶的动作。一旦有一只公蛙鸣叫，它就会诱发其他的公蛙开始鸣叫。那我们会依照声音的远近，还有就是来的不同的方向，去估算说鸣叫的个体大概有几只。叶仔对风的律动小可海震动，不过台北赤甲巴拢无受到影响，看起来点点在咧思考，袂顶袂动。目视我们就是站在岸缘，画出一个方格一个方格去寻找，岸边有一只很近的个体。米伫咧树叶内底，台北赤甲巴，这是伫咧夜间活动上安全的所在。这边有一只刚从这个草丛里面跑出来，光线照到的时候，它们就不叫了。要往那边走。刚刚我有听到一声哦，啾。有水叶的林角田是台北赤甲巴介意的生活环境。台北赤蛙，然后公的，然后。不过要维持安尼的空间栖地，无咱想的这么简单。不能够只要求农民他们要配合你嘛，对不对？因为他们也是要有好的一个收成的，就要用一些药啊，杀死这些害虫。那可能这过程当中就会对我们蛙类会造成影响。野外栖地维护无简单，保育嘛是一条真长的路。台北市立动物园研究员经过20外休寒休热，总算伫咧2002年6月记录到湿地生态池啊，有出现台北赤甲巴生态卵。很多台北赤蛙适合的栖地都是在私人土地上，像阿斯伯或者是阿斯伯的儿子。亚北他愿意配合我们这样子的人物的存在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了合作的对象，然后才能够把栖地重新建立起来，让台北赤蛙再有能够回家的地方。自2007年到2021年，新北市和屏东县的台北赤甲巴族群变少，桃园市和台南市是相对较稳定。野外调查每一笔生态记录，对参与保育计划每一位成员，或者是栖地管理者来讲，拢是大大的鼓励。去年就发生大旱，就开始都听不到台北赤蛙的声音，那我们就开始很紧张。是台北赤蛙，就一只。结果我们今天的调查，感觉让我们还蛮兴奋的，就是每一个池子的台北赤蛙都还蛮多的，都至少有10只以上。农田它不但是粮食的生产基地，它同时也是很多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这两者它是可以共存。然后台北赤蛙算是台湾第一个是在移地复育，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跟人力，还是就地保育是比较好的。台北赤甲巴的野外生存空间，同为点线面扩散，人和里山动物共同生活伫咧浅山区域，互相尊重，彼此共好，嘛做伙保护栖地。